前做搬運，事事親力親為，但換來微薄利潤同埋人手混亂，試過體力透支，徘徊生死邊緣。之後我徹底醒覺咗，做生意唔可以再靠蠻力同運氣，我唔想再用健康去賭一個不確定嘅未來，我要有系統有團隊，於是我決心加入咗 BNI。加入咗 BNI 後，思維完全顛覆，透過會友長期合作，降低成本之餘，更減輕咗公司營運壓力。以前辛苦揾客，而家靠信任嘅轉介，客戶質素提升，更有源源不絕嘅合作。公司更成功品牌化，成為連續2年 BNI 年會嘅贊助商。但生意嘅成功都不及我最大嘅成就，我老婆都加入咗 BNI， 陪同我一齊前行。從前我係一個平凡嘅家庭主婦，睇見老公獨自拼搏，身水身汗，心入邊都好想幫手，但唔知點樣幫手。返到屋企好似2個嚟自唔同世界嘅人。直至加入咗 BNI， 生意好似換上咗一個全新嘅引擎，更加開拓高端搬遷服務。連續幾年我哋嘅業績突破100萬，仲發展出機密文件處理服務。最感恩嘅係我自己重拾咗信心，由廚房走到商界，同先生由各有各忙變成同頻共振。返到屋企唔單止傾家務，仲會一齊傾營運、傾遠景。佢喺前面衝，我喺後面撐。原來家庭主婦一樣可以企喺企業嘅最前線，閃閃發光。單打獨鬥走得快，但係夫妻同心先係走得更遠。多謝 BNI 令我哋呢對平凡嘅2公婆寫出一個唔平凡嘅故事。